你身邊有冇10幾年未換過電話號碼嘅人啊？嗱，呢個年頭你能夠做到10幾年唔換手機號碼嘅人咧，真係珍稀大熊貓啦！你諗下，手機從大哥大摺疊手機變成而家智能手機，手機亦都從1G 嘅時代到而家嘅5G。如果你身邊有嗰種10幾年都未換過手機號碼嘅人，呢種人特別靠譜啊！點解呀？呢種人大多數冇欠錢嘅。如果一個人爭低好多錢嘅話咧，嗰啲債主會一日到黑找你麻煩追數。咁你為咗避債躲債，你肯定會頻繁咁換手機號碼噶嘛。第二，佢係一個好念舊嘅人。一個人如果多年佢都唔捨得換嘅手機號，心裏邊多數係重感情。無論係親人、愛人，抑或老友，哪怕隔咗好多年，佢對呢啲人嘅心意從來就唔會變淡。跟住佢冇呃過錢，冇點過人，冇害過人，冇喺網上當過鍵盤俠，一身正氣，行走江湖，手機號就係佢嘅江湖嘅信譽標。你呢？你嘅手機號用咗幾耐啊？